天氣忽冷忽熱咁樣點算咧？等等先。嗱，今日介紹幾個穴位，自己可以得閒嘅時候可以按下佢咧，或者可以幫屋企人按嘅喎，咁有做到保暖效果嘅噃。咁第一個咧就係呢個叫足三里啦。足三里喺邊咧？係啦，就係拉高條褲嘅時候咧，膝頭哥啦嚇，我哋叫菠蘿哥或者叫賓骨啦，賓骨嘅末端嗰度數落去4個手指，跟住咧向外1寸，1寸即係1隻手指啦。中間嘅向外1寸，即係啱啱呢個位啦。OK， 呢個位嘅時候你可以揾拇指按佢啦。如果你有工具咧，如果有啲按摩工具咧，可以用按摩工具嚟到打圈咁樣按佢啦。按佢大概1分鐘到啦。如果冇工具咧，可以嘗試用拇指，係啦，扣住個拇指，用拇指呢個關節去按佢啦。係啦。咁第一個呢個叫足三里啦。好，第二個穴位咧就係喺腳板底，呢個叫湧泉穴嚇，好易揾嘅啫。啱啱腳板底依度凹落去嗰個位就叫湧泉穴啦。咁你可以用拇指咁樣按佢啦。係啦，同樣地，如果你有工具嘅時候，可以用工具咁樣按佢啦。係啦，呢啲都會係幫你做到保暖效果嘅噃。好啦，第三個穴位就係呢個合谷穴啦。合谷穴即係啱啱虎口位對落呢個有肉嘅地方，係啦，可以用拇指咁樣按佢啦。係啦，同樣地，如果你有工具就可以用一啲按摩工具按佢啦。係啦，每個位大概做1分鐘，左右交替做，咁可以幫自己做或者可以幫屋企人做嘅噃。咁做完之後，你睇下個身係咪暖啲？